台湾大学2028年就100档咯，学校对今年开始连续5档，要选出100个对台湾、对世界有重要贡献的人。今年前中央院长李元迪，佮有港大讲师长林必理等人入选。 台大9个学院的院长甲代表，照顺序公布今年选出来24件100大贡献事件。李学院选出来的是第一位摕到诺贝尔奖回来台湾奉献，提升台湾研究实力到世界一流的化学系毕业校友李元迪。延揽有超过5000名海外学人回国服务，包括在座的许多同仁，包括我自己，都是受到他的感召而回到台湾来贡献。 港大董事长林必理，也有台积电的前董事长刘德音也伫咧名单内底。台大的校长陈文忠讲，人体双生仔的分割、乌骹病的防治、南岛语的研究等等，台大伫咧各领域拢扮演重要的角色。为了要迎接2028年100岁的生日，未来的出册拍影片，传承过去，拍开未来。也伊伫咧公布进前的受访也指出，政府应该扩大高等教育的支出，因为人才是台湾上重要的资源。 这一块，如果我们可以提出一个有关于高等教育的前瞻基础建设，而且是长期的，我想对整个国家来讲为企业的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。陈文忠指出，附近的日本等国家大大增加高等教育的经费，以日本东北大学做例，每一年补助100亿的日票。 而且连续补助25年，也台大每年的预算大约是210亿到220亿左右。因为各大学调薪也有其他支出增加，会当用的经费其实比英国更较少。非常希望政府甲各大学参详，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的经费，推动高等教育的前瞻基础计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